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。伤我啦，伤我啦！拜拜的时阵爱款迄个春饭，啊，若即个春饭吼，爱对30个，一直放到什么时阵才会再收起来？是 A2、C5、C9、A2、阿米达，你讲。哎，我感觉是讨论节，讨论节。伊较过年拢过较长啊，拢过较元宵，所以讲春饭一放去应该是放到初九吧。来，对落，初九啦。哎呀，咱会使讲两字干。对，你会使初九。初九啊，逢春，拢来对了。我嘛可以嘛经初九。初九哟，来。啊，哎，你若也是会使对，你嘛在对别个兄弟啊？我快想法就对嘛。初五。来对了，我来哦，好啦，嘛是第2个哦，初五。你嘛是两个初五。我都演阿母啊。你要第多一个？我演阿母，我经中迄个。初五。哎呦，转播。你卖着急。我要帮你我咱留一个互初2个好啊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应该无唔对啦。我演过，应该是无对啦。来，看咱这边，看这边，拜拜。来，咱来看，是啥？是伤过久啊！好，来，这个春饭就是咱迄个过年的时阵，起来拜神明啊，是公妈的这饭吼，爱是处于啥春饭啊，春饭，互你有通食，搁有通春，所以是迄个处于谐音，就是谐音，吼。啊是安怎安尼？就是讲以前的人生活较艰苦嘛，你会当食饱，就是足幸福的代志啊，吼。啊，这个迄个是要拜到这个初五哦，迄个开工呢，吼，迄个有一寡伊代表的意思吼。到这初五吼，伊要迄个甲迄个春饭刷走的时阵有无吼？伊就会看讲这春饭啦，拢做清气，表示讲啊，你即冬拢会足平安的。啊，若是安那湿啦吼，啊，迄个无生果。代表啥？哇！你今年啊有财运来赚大钱，吼！啊，我想这拢是咱过去这个风尚吼，咱家尊重就好啦，吼。你人讲吼，夜着神啊，夜着人嘛，吼。所以你身体要健康，也是你要赚大钱，也是爱靠家己啦，上介好啦，吼。